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国的老师学生团去年来台湾参访，引发到一连串的争议。当时台大就学生来指控，讲接待到中国师生团的台大社科院的学生会，并无事先甲院内的学生公开这个交流的活动，所以提出着罢免，要来罢免着会长郭友瑞。啊，这个罢免案伫咧昨来投票，以166票比18票通过罢免。红罢免的郭友瑞讲，伊尊重投票的结果。去年11月，中国的师生团访问台湾，也毋过当中国的学生啊，恭喜12强摕到冠军，结果中国台北引起着风波。随后，阁有中山女中要将这个迎接中国的球星马龙，也毋过说互中国的网友起来滚双笑，引发着学校甲家长的不满。这争议高达腰力烧炭，也影响着台大社科院的学生会。当时是台大社科院的学生会接待中国的师生团，随后会长伫学生会社群顶外发文章，讲到一旦和中国一对一的大学交流，对社科院对台大是正好的经验。也毋过有学生啊指控，安尼交流煞无事先公布互学生啊知，随后提起对会长郭友瑞罢免案。我们都是蛮想要去进行就是投票这件事情，我们完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，或者是他告诉我们要举办这个活动，事前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交流的性质会长什么样子。我觉得这是社科院的大多数同学会比较觉得有疑虑的地方。重新审视学生自治组织的运作模式，那也进一步思考要如何优化现行的罢免程序，又或者是完善议事规范。专案罢免案的投票结果出炉，以166票的同意票，甲18票的无同意票，通过对社科院学生会会长郭友瑞罢免案。昨天投票的当下，有一些情况有违反程序的疑虑哈。那我尊重民主，当然也接受结果。不过我必须要质疑程序违法，捍卫程序正义。执行长肖秀琴发声明表示，对安尼代志感觉真悲哀，嘛互中国师生团访问台湾的话题，佮引起着风波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